大家好，歡迎返嚟我嘅頻道。今集係我哋 Birmingham 第3日 Part A。今日終於可以去試一間我哋期待咗好耐嘅香港茶餐廳——九記茶餐廳。究竟味道有幾似香港？值唔值得去？一齊睇下啦！去行街之前，我哋先去咗一間咖啡店食一個非常簡單嘅早餐。呢間就係200 Degrees Coffee Shop and Barista School。佢係英國連鎖咖啡店，不過我哋住嘅 Newcastle 暫時仲未有分店。我哋今次叫咗一塊開心果曲奇，曲奇嘅口感非常鬆軟，入面仲有忌廉夾心。不過有少少可惜，就係開心果味唔算好突出，反而甜味會比較重。好在入邊都有唔少開心果粒，令口感更加豐富，都算補救返味道方面。如果你係好鍾意濃郁開心果味嘅朋友，可能會覺得有少少失望。但如果純粹配杯咖啡食，都幾唔錯。終於到今日嘅重點啦！上年我哋嚟 Birmingham 嘅時候，其實已經見到九記茶餐廳，不過當時仲裝修緊，未正式開業。所以今次再嚟 Birmingham，我哋第一時間就決定一定要過嚟試下。一入到餐廳，店員已經好熱情招呼我哋。整個服務態度都非常友善，而且好細心，有咩問題都會耐心解答。餐廳裝修真係好有香港特色，牆身有好多香港地標同埋香港唔同地區名稱做裝飾，真係令人有種返咗香港嘅感覺。餐廳空間都幾大，唔會坐得好逼，台凳更加係香港大排檔風格，好有親切感。另外仲有一個角落擺咗張麻雀台，真係好有香港懷舊味道，好適合打卡。睇返餐牌，選擇真係好多，有香港街頭小食、碟頭飯、小炒、燒味、各款套餐等等，基本上好多香港人熟悉嘅美食都可以揾到。今次我哋叫咗咖喱魚蛋、黑椒鴛鴦扒飯套餐、雞扒配豬扒，一碟蒜蓉菜心，仲有一杯凍檸茶同埋熱檸水。值得一讚嘅係，店員仲主動提醒我哋揀邊款飲品可以計入套餐，會更加抵食，真係好貼心。首先試下咖喱魚蛋，呢份街頭小食份量唔算多，都真係比較細份。除咗魚蛋之外，仲有豬皮同蘿蔔。豬皮只有一件，不過炆得非常入味，口感軟身之餘又保留少少煙韌。蘿蔔都炆得好腍，好吸收到咖喱汁嘅味道。咖喱汁味道都幾濃郁，有香港街頭小食嗰種感覺。魚蛋大小適中，而且夠彈牙。整體嚟講，味道都幾唔錯。再講下杯凍檸茶，我自己最欣賞嘅地方就係佢用咗碎冰，而唔係一般冰粒。好多香港茶餐廳都係用碎冰，碎冰可以快啲令杯飲品變凍，而且可以保持凍得耐啲，飲落去感覺都特別正。茶味都幾香，而且甜度啱啱好，唔會太甜。檸檬味同茶味配合得幾平衡，整體表現都好滿意。主菜就係黑椒鴛鴦扒飯，今次我哋揀咗雞扒同豬扒。首先個煎蛋已經好香，蛋味都幾濃，將蛋汁、白飯同黑椒汁一齊撈勻，真係非常好食。雞扒煎得好香，雞肉非常嫩滑，而且雞皮更加係加分位，又香又有口感。至於豬扒方面，我覺得切起上嚟會比較費力少少，肉質相對比較煙韌，但都唔算太乾，味道其實都唔錯。如果兩款相比，我自己會更加鍾意雞扒多啲。另外叫咗一碟蒜蓉菜心，菜心非常新鮮，顏色翠綠，而且好爽口，蒜蓉味都幾重。如果你鍾意蒜香，相信都會幾滿意。埋單總共只係29.70磅，以英國而家嘅物價嚟講，我覺得呢個價錢都幾合理。尤其套餐包埋飲品，真係平咗唔少。所以整體性價比，我覺得都幾高。如果你喺 Birmingham 想食一餐有香港風味嘅茶餐廳，我覺得都值得過嚟試下。
今集就分享到呢度，下一集 Day 3 Part B 我哋會去 Mahathir Glen Designer Outlet 行街購物，而 Day 3 Part C 我哋就會去試一間火鍋店，大家記得留意啦。另外，如果你未睇我哋之前嘅 Birmingham 系列影片，記得返去睇埋，包括我哋入住嘅酒店介紹、意大利餐廳、馬來西亞餐廳、中式甜品店，希望可以幫大家計劃 Birmingham 行程，多啲美食選擇。如果大家鍾意呢條影片，記得幫我 like、留言、分享同埋訂閱我嘅頻道，仲要撳埋個鐘仔，咁就唔會錯過我哋之後嘅 Birmingham 系列同其他英國生活、美食同旅遊影片。多謝大家收睇，我哋下一集再見，拜拜。